展基金贊助，咁我哋 WiFi 街嘅啟動禮同埋我哋北區 WiFi 街嘅我哋嘅開幕嘅儀式咧，正式開始啦。首先，本人謹代表經濟局感謝澳門國際科技產業發展協會為社區作出咗大量嘅投入同埋建設，以及感謝參與計劃嘅各個支持單位。我哋馬上有請澳門國際科技產業發展協會李彩虹會長為我哋講句説話，掌聲有請。得到3個區嘅工商聯會啦，同埋政府嘅支持啦，聯合一齊去打造一個主題嘅 WiFi 街道嘅。咁當然亦都係多謝商戶嘅支持啦。國際科技產業發展協會周黃安理事長有請。喺推動科技業界去刺激經濟嘅同時咧，促進科技、商業同埋旅遊可以多元發展。3、2、1，我哋 WiFi 界正式嚟到澳門啊！掌聲有請大啲，開心！準備3、2、1，北區 WiFi 界正式啟動，掌聲！